让民众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再生水的一个重要性。那所以呢，我们再生水总共呢有3层楼了啊。那只要你进到这个里面来，就可以从再生水是如何产生的，从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开始啊，我们的生活污水，到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的洗澡那些洗衣服的这些污水，通通经过水资源回收中心，再经过我们的再生水厂的精制，那就会变成一个再生水。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环教馆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功能。我们还有就是增设这个 VR 系统，它里面有就是水滴历险，从我们污水处理厂到再生水厂的一个处理过程里面，它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那另外搭配台湾400年的话，我们有额外增设一个就是八田鱼的这个农业灌溉的这个故事，也在我们这个影片里面。台湾400年里面有提到的这个互动的小游戏，它的一个历史背景故事，我们是把它设定在这边。那它是一个触控式的一个萤幕，可以了解到台江的历史文化跟我们这边运河的一个文史的一个关系。那这边就是我们模拟我们整个再生水处理流程的设施，把它做一个模型化，然后依照它的处理流程的顺序，把它排列在这边。那我们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讲解，让民众知道说什么流程、什么设施，它的处理标的物是什么。那后面就会有我们里面的滤芯跟薄膜，可以让民众来做检视。星期2到星期天的时间，然后周一休馆，然后每天2个时段，一个是上午10点到12点，然后一个是下午2点到4点。那未来的时间的话，就是星期1到星期5，星期6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不定期的时间来做开放。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剪彩，台南市安平再生水厂环教中心正式开幕。其实我们知道水是非常稀缺的资源，所以呢，我们对于台湾来讲，虽然大家感觉一直在下雨，但是因为水都不容易保存，而且台湾也被列为世界各国中间缺水的地区之一，所以说我们如何珍惜水资源是很重要的。在安平再生水厂，非常感谢前瞻计划的水环境里面的这个水资源再生计划，能够让安平再生水厂能够完整的设施，然后能够回收每天可以提供6000吨以上的水，再生水。那未来还要持续扩充到2万吨。那在教育上，环境教育上，我们将来台南市政府也会将再生水厂的这个环境教育善加利用，能够让我们的国中、国小还有一些同学，他们能够在做校外教学以及环境教学的时候，要来到我们这个再生水这个教育场，能够让我们下一代能够养成爱水节水的习惯，也期待水环境教育馆的开设，能够让我们台南市的学生以及市民朋友们能够得到更多的科普，以及水环境的这个用水资源的这个教育，以及得到更多的知识跟尝试。你好，是顾家欢迎收看9月5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最近因为大南门的古迹公园有7丛将近100吨的南洋杉被撤掉，引发后树公民质疑。律师议员李宗麟协同台南社区大学甲文史工作者共同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要重新检讨树木风险的评估，并纳入公民审议参与。台湾基进党台南市议员李宗麟表示，对今年5月份东区的五石巷突然间打广告，讲要来移除部分的路树，一直到7月份，大南门古迹公园7丛将近100吨的南洋杉被直接来撤头，引发后树公民的质疑。对此，议员上午也是市府干务局甲后树公民、文史工作者来召开记者会。希望进一步了解树木检测、甲老树保护的重要性。
台湾现在少子化嘛，生不如死，可是其实树木也是生不如死。我们在台南市高度进行快速的开发的状态之下，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树，透过工程，透过这个进步，但是它其实被砍掉之后就没有复原了。那我们当然知道说，树穴有可能下面也充满了病毒、病菌，那不是一再种树，可是我们会希望台南市政府第一，你必须在工程进行的时候，跟台南的民众解释说，这些树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第二，这个健检必须要被公布。第三，你必须要分层的来审议这些树木，不是说每一棵树它只要一生病，就没救就把它砍掉了，反而是有一些树还有救的，我们必须尽全力的来抢救。一排，拢总知影59丛。对路头到路尾啊，所以有影，但对遐行过了，若知影树仔是生命的人，伊会行得足艰苦。对遐过行啊，伫遐行到平安，目屎就流出来。树仔是生命，人嘛是生命。你要修正，你敢是用遮尔咱残忍来修正嘛？文史工作者李文雄表示，不止大南门古迹公园，就连嘉义路中附近。因为同学步道嘛移除了路树，以及大南新城的乌棒树嘛拢被街头式来错摘，相当的唔甘。不过管理单位监务局表示，台南的路树是属地主义，加上路口的路树如果影响到交通，嘛会用来移植。目前就是合并之后，就是我们目前树木管理是属地主义，也就是管理机关有管理机关的树。那公局部分就是管理，道路上的树、公园里面的树。那其实其他单位我们其实有订定一些植栽的一些规则那其他单位也可以做参考那大林国仔部分那是那个他们那个树木是这李老师提的，那是他们管委会自行要管理的树木那刚才回应就是一些像李议员他们还有其他。老师都提到就是说有些像路口树有些移除为什么没有补植那是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台南市公共植栽管理日条的第5条，它里面有规定就是离路口大概附近的地方如果说因为我们目前的方式就是说因为旧有的树如果说长得还好的我们就维持，但是如果有得病还是说在路口比较危险的地方可能我们就考虑移植。就是状况不好，我们就移植。虽然市府监务局每年聘请树木医生来检测大约5000丛的公园树木加路树，但却欠缺公开透明。因此，社区大学的研究员吴仁邦表示，政府应该重视树木所在的环境，而不是以路树会倒去伤人来威胁。我们今天讲了再多的科学，试问在座我们有几位可以听得懂？有多少人可以理解？你拿这个来告诉一般民众，大概听得懂吗？这说白了，这树木栖地有没有要去改善嘛？我也认同，在比如有一些路口有真的是那个树真的如果是已经病了或者是倒了，当然移除不一定要再去栽种补植，那个有关交通的一些规范跟规则、安全，我也认同。但是我们现在今天要谈的是整体。台南市到底是要怎样对待树这件代志？我们今天如果还继续在鸡同鸭讲，我说实在话，过20年嘛是安尼啦。虽然被移除的路树是不是真正病甲危害到市民的安全，监务局甲护树公民有无同的看法，但市府伫个无抢救，就先来测图，以及专家审理的结果，甲树木移除的天数，佮欠缺透明化，因此议员要求。应该重新检讨树木风险的评估，并且纳入公民的参与审议。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六甲是全台湾上大的火河山地，即摆受到风台影响，较大回报也在中间的阶段，甲过去比起来，确实今年冲击真大。所以真侪花农规起利用即摆时机，扩大移除较歹花丛，确保当地火河的品质。
7月风台致使台南各项农作物受到影响，其中6甲尾花蚵平均损失大约3成，而且气候较大也是无稳定，严重影响到种作。未少花农归去扩大太活体质较歹的老丛。高温佮兼多雨吼，拢足够毛病。嘿，长拢足好死。阮即马就是阮即马佮扣掉顶前的种苗吼，阮正常阮是种落到开花爱有1冬，所以阮就是差不多那1/3，阮原底就拢有规划伫换新的动作，吼，阮拢有计划性的耕厝换新，只是阮甲提早几个月，所以讲影响是有。今年算是受到冲击上大的一冬。也毋过一冬后的新花，毋但会当摘来更加好的收益，也会当保障6甲尾花蚵的品质。尤其这几冬台湾的尾花蚵受到国际市场欢迎，每冬平均外销到700万只，其中台南市就占6成。那这几年来呢，黄伟哲市长呢也非常的积极的在国际行销的这个部分呢，超前的部署，积极的布局哦。那所以呢，目前也成功的开拓了澳洲的一个国际市场。那所以呢，在澳洲呢，只要看到薄荷花有97% 都是来自于台南。根据了解，7月到8月是尾花蚵销量上济的时阵。不过风台昨日的烟蒂性灾害，互产量减少，也毋过花农也是克服困难，互订单会当顺利出货。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迎接中秋，真侪民众拢介意烘肉，毋过如何食得健康？基医病营养科就教民众会当家己做食物肉，将各种豆仔类、香菇、鲍鱼菇等加脆来做食物肉排，不但食得健康，佮兼顾环保。随着气候的变迁，加上全球的暖化，植物肉或者是未来肉，渐渐成为素食者甲环保爱好人士的喜爱。尤其中秋节就要来到，民众介意烘肉，嘛用个选择植物肉。但市面上的植物肉是毋是真正健康？基医病院营养科嘛提醒民众，除了爱注意营养的标示，嘛爱选择低钠的调味，甚至教导民众安怎家己来制作植物的肉排。在素肉的部分呢，其实我们传统常吃到的，像是一些素肉丝、素肉条的这些东西，主要都是一些黄豆、大豆粕所做出来的这种素肉，所以它材质它比较粗。比较有弹性，那它的豆味也比较重，所以其实大家比较不是那么喜欢。那我们在欧美国家，他们其实使用一些豌豆蛋白或大麦的小麦的蛋白，就是可以让它的口感可以比较没有那么的豆腥味。那我们像现在所拿到的这一个就是植物肉，它其实是用鹰嘴豆，然后还有黄豆，然后还有一些像是红豆的这些食材把它组合成的。那我们在家其实就可以自己制作这些植物肉了。那市售的植物肉它其实比较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为了它要调味比较类似一般的肉品，所以他们会添加比较多的一些赋形剂或者一些添加物或者是一些调味料，所以其实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营养标示。我们把食物的包装打开到后面来看，就可以当它的营养标示上面会写到它的含钠量是有多少。那钠就是盐的意思，对，所以如果呢含钠量越来越高的话呢，可能会增加一些血压的风险，对啊，所以我们在挑选市售的食材的时候，可能植物肉的部分可能就要注意它的含钠量，那还可以看一下它的成分里面有没有做一些食物的添加。那我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自己在家制作。那自己制作的部分呢，就是它其实蛮简单的，只要把这些食材蒸熟，然后把它用调理机打成泥，把它混合在一起，就可以搓出这样子的肉排了。烘肉除了注意热量甲蛋白质的摄取，另外嘛要注意高纤维、鸡油甲鸡汤，加食寡蔬菜代替吐司面包。饮料嘛应该选择无糖或者是无卡路里。月饼甲蛋黄酥。因为热量甲糖分拢真高，嘛爱来控制减量。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讲到台语饶舌，一定会想到大基这号人物，你所创立的人人有功能音乐工作室，更是组织真侪音乐谈判。阿基就是其中的一位，而且伊除了歌手的身份，嘛是台南一间肉色店老店的小头家。阿个讲料理甲音乐创作其实有相同的所在，透过报道做回来了解。
天空新年一脚踏日，人人有工，咱另外一脚踏伫校园读册，暗时搁爱工课，一手无用车把手，唱歌冰糖油厂导游，一手写的广告，搁有充满青春的歌词。流畅台语，唱着饶舌，阿基在音乐这条路上已经坚持20年，相当不容易。但他家的生意更不简单，是台南一间传承4代的肉燥饭老店。每次开门营业，还不到吃饭时间，门口就已经有顾客排队等候，好吃到连总统赖清德也来捧场过。立委林俊宪更是来拍片推荐他们家的料理。领导肉色，敢若看这色味就足水，那种在地实在。在地实在。看到那个林俊宪立法委员的那个什么，现在台南那个节目有介绍，我就喜欢，看到之后就很有兴趣。因为你本身就爱吃肉燥饭。对。但吃完以后感觉怎么样？他们家的口味香，他们家的口味我觉得还蛮好吃的，蛮符合我的口味的。对。可以的话，肉燥还可以再多一点，谢谢。肉燥可以再多一点，那鱼头蛮好吃的，鱼头很好吃。对啊。猪肉切成长条4方，下锅中火翻炒，将多余的油脂逼出，接着放进冰糖、红葱酥、酱油，继续翻炒，等上色后关小火慢炖。随着时间过去，最后变成咸香滋味、入口即化的肉燥。阿基说，做料理不是一种死板的才艺。当中的变化有很多，其实跟音乐创作有着相通的道理。料理甲创作组成的原因，就是因为料理伊其实唔是一个死板的栽家啦吼。因为简单来讲，今仔伊唔若是肉色，若是甲即个肉甲落去卤嘛变红烧肉吼，若落去控哦落去白卤，就是变成一种卤味的一种。我感觉这就是一种技术啊，但是成果你所创作出来的成果会较无共。就亲像一粒高丽菜放伫桌仔顶，你就开始要安怎料理。你会想讲，今仔这会当掺一寡啥物物件，蒜头、姜丝，还是会当敢若会当摕来做泡菜，这就是你的创作过程。你产生出来的成果，这亲像你所写歌写了，录歌录了，你伫台仔顶演唱的歌，这就是你的成果。从阿祖那辈创业起，这道肉燥扛起了林家4代人的生计。除了美味关键，另一个让顾客离不开的理由，就是这里有着浓浓的人情味。为什么一直都吃这些肉？它好吃又便宜啊。好吃又便宜。对啊，老板又很好。它的肉燥很道地，要用猪皮，然后用冰糖下去熬。小罐子啊。小罐子啊。烤皮啊。啊。烤皮好小。那烤皮从南而热，那我买起来。好食的秘诀其实就是阮爸爸这种行动的扛棒，行出行入的扛棒因为阮爸对人客足好，阮爸咧招好啦毋过除了招好以外，算小嘛是作为伊家己的一个算法，伊的算法是不是一般人学会来的亲像迄个无条件舍去法各位林家公式这就是阮爸爸这个林金美的一个典型啦。阿基也说，肉燥其实就像3杯料理一样，一定要有3项最基本的材料，那就是红葱酥、酱油及冰糖。而林家特别选用雪甲的红葱酥以及麻豆酿造的酱油，因为如此才能做出最有台南味的肉燥。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为因应极端的气候可能的欠水危机，台南市积极来推动再生水计划，伫中央支持投入33亿来兴建盐矿水资源回收中心。经过努力，第2期的扩厂工程已经提早10个月完成，也是对每一工8000吨增加到15500吨的再生水量。高和市府正式举办通水典礼，也凸显台南解决高科技用水的决心甲行动力。
因应极端气候可能的缺水危机，中央和地方合作投入33亿所新建的永康水资源回收中心，将民生污水转换成工业所需用水，自111年12月就开始供应每天8000吨的再生水，而原本114年6月才会完成2期扩厂的时程，已经提早10个月完成每天供应1.55万吨的目标。9月5号，在各界贵宾和地方乡亲的见证，盛大举办通水启用典礼。永康再生水厂的第2期工程是提前，不仅是如期如时，还提前完工，而且工程经费大为节省。那能够早日通水，就能早日供水；早日供水，就能早日一方面让高科技厂或者半导体厂，他们能够有这个制程用水可以用。那这个制程用水是稳定的使用。第二个，能够让再生水厂提早运作，那早日收集这些生活或是许多污水，那这样早日让我们的河川更干净。为了稳定大台南用水，除了永康这座再生水厂以外，再加上安平的水厂，每天可以供应南科5.3万吨的再生水，等于1年2座白河水库的水量。惠中市府口中的金主，也就是国土管理署署长吴新修也亲自出席，强调南部因应高科技用水需求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台南就是因为这些年来努力在准备什么，让这些高科技的产业能够在台南落地生根。那我们真的是准备好了，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到这几年，体厂也好，那甚至其他的这个厂商，只要需要用到再生水、再生电的，第一目标都是到台南。市长会后也一一参观再生水厂，因为早一天通水就早一天供水，一方面让高科技产业有稳定制程用水，早一天收集污水，也让河川变干净。后续在善化、新市还会持续扩充再生水计划。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同这阮日前甲企业合作推出 Let's Go 巧虎彩绘列车以及古水的车站造景。伫第一班车试营运的时，特别邀请桃园家福中心的小朋友来一撮公益的小旅行。张市长嘛亲身来体验，欢迎大家8到明年7月31号进前拢来。喜欢巧虎的民众看过来，桃园捷运在日前携手企业推出 Let's Go 巧虎彩绘列车，并串联捷运站旁的巧虎梦想乐园。在12号首班车试航时，邀请桃园家福中心的小朋友来一趟公益小旅行。而桃园市长张善政也特地前来，化身巧虎好朋友，和同学们来场有奖征答，希望透过可爱的彩绘列车，带给大家美好回忆。我们桃园捷运特别在 A10 跟 A21 2个捷运站布置了我们巧虎车站，同时我们也有巧虎列车。今天特别跟家福基金会来合作，找了很多可爱的小朋友，让他们能够搭我们的巧虎列车。以外呢，早上也带他们去水族馆，等一下要去巧虎公园，希望他们能够透过我们市政府、我们的社会局、我们桃捷公司一起有一个愉快的暑假。桃捷公司也说明了这次的合作计划，不只是推出巧虎联名彩绘列车，在 A10 山鼻站还有 A21 老街西站的车站内，还有巨型巧虎就这么坐在站内，以及换上捷运制服的立牌造景，提供民众合影拍照，更有一系列联名商品和组合套票可选购，期盼吸引亲子客搭乘桃捷出游。桃捷公司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跟一般企业来合作，能够推广这个亲子共游的环境。那这一次特别跟我们的日商贝乐森公司合作，推出了这个巧虎列车。那这一次的巧虎彩绘列车包含了
我们也针对2个车站去做巧虎的布景。好，那欢迎这个大小朋友都可以利用假日来搭乘桃捷到我们沿线走走，顺便搭乘巧虎列车出游。好，那另外我们这次也推出了一些联名的合作商品，包含了我们的铅笔盒、便当袋以及巧虎的零钱包。好，那喜欢热爱这个巧虎的大小朋友们都可以来选购这样的一个联名商品。好，那让巧虎陪伴了你一起出游。限定巧虎彩绘列车将从即日起行驶到明年7月31。桃捷公司期盼透过企业强强联手，以及巧虎历久不衰的魅力，推广亲子搭乘桃捷到沿途观光旅游。而他们也提醒想拍照的民众，可先上官网查询彩绘列车的发车时间，以免错过。记者刘婷台报道。感谢收看9月5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